隊目喺馬鞍山吊手岩搜救迷路行山人士嘅時候，懷疑失足跌落山坡殉職，兩個行山人士情況穩定。消防表示，今日密雲影響救援。50歲受重傷嘅消防總隊目邱兆明，晏晝4點幾送到威爾斯醫院搶救，當時已經昏迷。而行山蕩失路嘅一男一女亦都送院，情況穩定。消防係喺琴晚大約7點鐘接報，兩個30幾歲嘅行山人士由西沙公路水浪窩出發，行到馬鞍山吊手岩附近蕩失路。消防凌晨近1點確定兩個人喺一個陡峭嘅位置偏離行山嘅路徑，通宵沿住山徑搜索。到5點幾，消防總隊目邱兆明攀山時突然失足，滑落6至8米嘅山坡，頭部受傷昏迷。經過超過10個鐘，到晏晝嘅4點幾獲救上直升機。其實喺整個行動裏邊咧，我哋消防人員咧係要用徒步咧，就係行4公里嘅距離，而上下嘅高度嘅波幅咧達到350米嘅。消防嘅同事咧就遇到好大嘅困難，包括天雨啦，咁同埋喺個山澗裏邊咧嗰啲碎石啦、陡峭嘅斜坡啦，同埋好多叢林嘅。我哋咧又要用好多工具咧去開闢條路，令嗰啲同事咧希望盡快可以抵達到嗰個被困嘅人士。消防解釋，被困男女事發嗰陣離地大約400米，邱兆明離兩個人大約500米。由於雲層喺大約300米嘅高度，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難以穿過雲層直接救出3個人。於是消防員用擔架徒步將傷者送到比較低嘅山腰位置，再送上直升機。初步知道咧，呢兩個行山人士咧就係經過一啲非正常嘅行山途徑，就係去到一啲迷咗路，而喺呢啲叢林裏邊咧就去到一個係山澗嘅地方，而呢個山澗地方咧係絕對係好偏僻，同埋佈滿晒碎石，非一般行山人士正常行嘅途徑嚟嘅。消防話，出事嘅消防總隊目有足夠嘅拯救設備，包括照明設施、繩索等。至於出事嘅原因，就仍然需要調查。消防處處長李建日同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到醫院了解情況，多個消防員亦都到場。殉職嘅邱兆明隸屬田心消防局。據了解，佢1987年入職，有一個6歲嘅仔。無線電視記者冼志報導。繼續新聞時間，消防處為喺馬鞍山搜救行動中墮崖殉職嘅消防總隊目邱兆明舉行路祭。殉職消防總隊目邱兆明嘅路祭喺馬鞍山郊野公園舉行。邱兆明嘅遺孀同6歲嘅仔以及同袍近100人出席。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聶元峰話，會要求政府向邱兆明追頒金英勇勳章同永久安葬浩園。而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多個官員到邱兆明生前隸屬嘅沙田田心消防局吊唁。梁振英又慰問局內嘅消防員。市民嘅安危靠大家，大家工作咧好多時候係有情況喺工作上啊各方面咧。佢都好能夠自己有一個好高嘅要求嘅，咁佢成日都教啲後輩啦。突然間冇咗個咁好嘅同事、咁好嘅朋友，我好難接受。消防處長李建日表示，消防處會協助邱兆明嘅家人。我哋已經係發出咗指引啦，就係內部募捐嗰個安排。我哋已經成立咗一個調查小組去睇下呢件事。邱兆明尋日喺馬鞍山搜救行山蕩失路嘅一對男女嗰陣，失足滑落山坡，頭部受傷昏迷，經過超過10個鐘頭先獲救，由直升機送院後證實不治。無線電視記者馬維山報導。